今日嚟觀塘駿業街，過去辣蟹莊食嘢。Go！ 20年老字號嘅辣蟹莊搬咗嚟呢個新鋪啦。入到嚟餐廳嗰晚又衛生，哇，好多蟹啊！哇，啲蟹大大隻啊！海鮮孖寶套餐，仲有精美點心、粉麵飯，哇，仲有靚湯啊！都唔負佢蝦餃喎。你睇下幾靚，哇，靚龍蝦嚟啦！地道避風塘炒蟹，有幾種辣度俾你揀，仲有豬油炒菜心，哇！你睇下我隻龍蝦幾正，肉質彈牙又鮮甜。蒜香斑頭腩蒸飯，熱辣辣，香噴噴啊！加啲豉油先。仲有西班牙火腿蘿蔔絲酥，哇！呢個人喺度狂食啊！好熱。好熱㗎，好熱㗎，你睇下。好熱㗎！馳名避風塘炒蟹， yummy！啤梨鹹水角，試下先。比傳統更好食，而且好別致。蟹油炒蘿蔔糕啊，好香㗎！呢度嘅甜品都好出色。試下個蛋白杏仁茶先。哇，正啊！杏汁豆腐糕震騰騰啊哇 ，perfect match 啊！10種食法任你揀， ！10蟹挑戰，食一隻減一折，食到第10隻免費送。半價優惠4月1日起，大家唔好錯過。呢度就係觀塘駿業街58號電訊數碼大樓1樓。辣蟹莊。